好吃的高丽菜饭。好，那这一道呢哈，我们要直接生米煮成熟饭。我们的第一道哈，就是要先来把这个材料炒香哈。是对，那米呢部分呢哈，我们就是家里一般吃饭的白米，还是洗一洗，然后大概就像你平常煮饭一样，就浸泡个15分钟，然后把水沥干来哈。好，现在锅里面呢，我们先放一点油哈，这边大概是2匙的油。那现在锅里有油哈，我们就先来爆香。我会先放的是这个泡好的干香菇哈，因为它已经泡过了哈，有水分啊，所以先让它进到锅里面来去做煸干的一个部分。啊，这边也是啊，有洗过的这个虾米。开阳。好，所以刚刚在老师在放这个顺序的时候，有注意到老师是先放这个香菇哦，因为香菇泡过水之后，它会有水分，我们先把里面的水分煸干呢，比较容易会有香气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说爆香哈，一个概念就是去除水分，啊，所以火不用太大哈，火大了它一会儿就马上就焦了，也许里面还含着水呢哈，香味是没有出来的。好，接着呢，我要放进来的是肉丝，好，我们今天有准备的这个是后腿肉的肉丝。就让肉丝呢哈有点转白了哈，让外表哈原来的红色变成白色就好，也不要把它炒到太干，对，因为等会呢我们是还需要跟米哈一起去煮哈，煮的时间还是有的。好，接着我要放一点葱段进来。哇，居然这个时候才是放葱哦。对，因为葱我不希望它爆到很黑啊，我要它有焦哈一点点金黄色泽出来就好。好，那加一点红萝卜来配色。好，不管孩子爱不爱红萝卜，我都觉得，你就是要吃一点，就要吃一点，而且它会让整个颜色好看多了，看起来更有食欲啊。好，你看啊，这样看起来整个，红萝卜的颜色也转红了，就表示它有去掉那个生味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煎上酱油。好，沿着锅边让酱油进来，这一点点酱油哈，没有要做调味哈，只是要让它有颜色。你们看到我的肉丝也上色了，对，好，所以说你就肉丝不需要再去做哈前面的比如说去抓腌的部分。好，酱油哈，对，很重要哈，你看颜色看起来是不是可口的很多哈？好，这时候呢，好，我们要有胡椒跟盐巴，但是这个胡椒跟盐巴，我希望跟米一起进来。好，这边就是我们沥干了的米哈。这边有3杯米，就把它放进来，好，翻一翻啊，好，刚才的这些炒过的佐料啊哈，它就会均匀的跟我们的白米去做一个结合。这时候我就会把这个胡椒粉哈，还有盐巴下来哈，胡椒粉哈，这边盐巴。我们要讲最重要的部分，很重要哦。为什么？很多人想说我要做高丽菜饭，高丽菜当然要一起进来炒。可是你有想过，我用的是生的米，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先把米哈，跟水哈，先把它混合。好，那我们呢？原来你量多少米，你就配多少水。哦，所以是刚刚是3杯米，我们就放3杯水。我们现在呢，好，我们刚刚说的很重要的点就是，我要让我这个米呢跟水。好，它要维持在一个水平哈，水都会哈淹过米，大概讲半公分哈，像这样子的算是正常状态。接着呢，我们的主角就是高丽菜。我说我想要放比较多的菜，好，那我就把菜通通铺在上面。好，那你刚刚说的，你希望菜吃起来还有口感，好，那你可以留一些后放，对，但是呢，秘诀在这里。对，但是高丽菜它其实煮软的时候它很甜，也很好吃，对，非常的甜哈，所以我希望说这个高丽菜的甜味哈会放到我们的跑到米饭里面来啊，所以呢我们就大量的把这些菜都铺上来。好，那我们留一点，等会呢后面再放。我们就会吃到，有一点点脆脆的高丽菜，但是不需要说每一个都很脆啦。好，那像现在哈，我们就把锅盖盖上，只要水煮开了，我就把火关到最小。OK， 好，已经一直闻到这个高丽菜的香味，老师也忍不住要好奇，它到底今天的这个饭好了没？好，那我们用锅子来煮饭就是有这个好处，你可以检查它水干了没有？你看是不是水干了？水都收干了哈，锅里面呢已经都没有水分了哈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来，刚才我们是留了一点点高丽菜，我想要吃到有一些脆脆的哈，这时候再给它放进来。好，这样你就会有软软的高丽菜，然后也会有脆脆的高丽菜。好，
那起锅以前呢，我们在这边加一点点这个葱花，我想要加一点香油来让它有一点光泽度。那这时候呢，我要再翻一下就是把这个菜呢跟饭让它拌合。你看这样子呢，翻一下，然后我会再给它焖一下。好，这个焖呢是让刚才加进去的新的高丽菜它会熟，还有葱的香味会上来。再来就是混合因为刚才高丽菜是整个铺在上面的，现在它跑到饭里面来了，让它再混合一下。所以我们说再焖它个2分钟。还是炖饭要起锅了。来，我们就盛盘了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高丽菜饭，好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这个高丽菜饭，这个辜老师的家传台式炖饭呢，你一定要学起来。